我其實大半生獻咗俾舞蹈，獻咗俾自己嘅家庭，但係呢一路咁耐呢，我都唔會放棄舞蹈。舞蹈係我嘅精神食糧。我覺得好榮幸，藝術發展局俾呢個獎我又好開心，即係咁多年嚟嘅工作受到人哋注重同埋欣賞。我又覺得自己好榮幸，可以喺舞蹈嗰方面揾到自己，因為呢個係我嘅摯愛。我到而家夜晚睇嚟陪住揸住嚟瞓覺，揸住個 iPad 嚟瞓覺嘅係舞蹈節目咁樣，所以呢個真係可以話呢係我畢生嘅最幸福嘅一件事。我可以喺工作上面做到我最喜歡嘅嗰一件事。我去英國呢，就係學需要考嘅試，等我可以將嚟喺芭蕾舞嗰方面工作。頭嗰6個月頭，我係有1個學生嘅啫，咁我將我所識嘅呢，就教晒俾佢。咁當然學生同自己都知道我係熱愛跳舞嘅，咁跟住呢，就一個介紹一個，一個介紹一個，就好快喺1、2年內呢，就正正式式可以有班別啦。最大嘅 challenge 係點樣由課室學嘅舞步，將佢擺上舞台，令到觀眾喜歡睇芭蕾舞，令到嗰個小朋友每一個我教嘅學生呢，有一個非常值得紀念嘅舞蹈經驗。咁我希望嗰啲小朋友呢，當佢50歲嗰陣時呢，佢會攞張相出嚟，呢個係我8歲嗰陣時跳芭蕾舞。咁呢個會對佢哋嚟講係一個非常珍惜嘅一個時刻。每一個細路哥呢，你都要睇住佢嘅性情，睇住佢嘅愛好，睇住佢係咪怕醜，係咪需要你多啲 attention 多啲時間。咁我好教老師點樣教導細路哥，而最珍貴嘅呢係 discipline 自律。唔驚艱苦，對自己一個好大挑戰，呢個係一個性情嘅培養嚟嘅。我諗真係一粒字嘅啫，love L-O-V-E。學校唔係我嘅真係叫做事業，佢係我嘅 passion， 係我真係想做嗰一回事。咁好難講嘅，乜嘢叫做成功呢？咁樣你總之揾到自己嘅方向。因為自己嘅生命係自己 mold 嘅，自己所成嘅，咁唔好怕辛苦嚟製造你自己一個獨特嘅生命。